兄弟姊妹平安，我是蔡牧师。今仔日咱会因为爱你这个灵修的影片来到咱大家来做伙来分享一段圣经。虽然伫疫情的当中，咱犹原会当来读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入咱的心内，做咱的帮助。即时咱会使，咱请咱大家来掀开圣经，来看今仔日咱所要看的圣经，伫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6章11节到18节，加拉太书第6章11节到18节。若是无圣经伫你身躯边，犹原会使看这个 PPT 的这个影片，来看这个圣经咱做伙来读加拉太书第6章11节到18节。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咱做伙读来。恁看我亲手写予恁的字到遮大。既若爱用肉体装他好看的，因免讲忍受割礼，毋是爱要得到，为着基督的十字架受捆着，因为因受割礼，连家己也无守律法，独爱忍受割礼，互因通伫忍的肉体夸口。若是我断毋夸口别项。只有夸口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尔。对这个就世间我顶十字架，我世间也是安尼。因为受割礼无受割礼拢无要紧，要紧就是做新创造的人。既若照这个准钱来行的，愿平安怜悯到伫因，也到伫上帝以色列的百姓。打了后，人毋通搅了我。因为我的身躯有早耶稣的婚约。兄弟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的心神伫地。阿门。兄弟姊妹，咱咧读加拉太书的时，咱来先了解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背景。因为保罗先生伊家己本身是这个法利赛人，所以因法利赛人上重的就是爱遵照上帝律法。咱袂使将即个圣经内面法利赛人甲看做因是歹人，其实因是真敬虔的人。总是敬虔，毋是在伫外口皮毋是干那伫外口的即个所在来证明讲家己是敬虔的。所以因以色列人古早的时，因拢是用守律法来成做因的一个表现，特别爱受即个割礼，意思就是伫人的身躯顶来成遮的事，互人会当来看伊讲我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事实上，保罗伫遮有讲到讲一件代志，就是因虽然有受割礼，但是因无一定有守律法。所以对保罗来讲，有守律法无守律法，拢毋是上重要的事。所以伫即个圣经的内面，伫15节的所在讲，因为受割礼无受割礼拢无要紧，要紧的就是做新创造的人。亲爱兄弟姊妹，咱信主了后，咱是毋是有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咱是毋是咱的内心甲咱的外口皮是共款，是换新变换的？是毋是咱的内心是真正敬虔，外口也是敬虔的人？也是咱的外口皮是敬虔，但是咱的内面是无敬虔的人？所以咱的会长约翰卫斯理伊安尼讲，伊讲这个叫做差不多的基督徒。什么叫差不多的基督徒？若是无疼上帝甲疼人的心伫咱的内面。欠菜咱逐礼拜会当来做礼拜，欠菜咱会当读圣经，欠菜咱唱诗歌，欠菜咱祈祷，欠菜咱参与真侪的活动甲事工，总是内面若无有疼上帝甲疼人的心，这叫做差不多的基督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毋望上帝来帮助咱，有受割礼无受割礼拢无要紧，上重要的就是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毋望上帝来帮助咱。咱成做基督徒了后，咱毋是用即个外口皮的即个外在来看见咱是毋是一个敬虔的人，咱就用咱的心伫上帝的面头前。所以圣经甲咱讲，上帝是神，所以敬拜爱用心神甲诚实来敬拜伊。望上帝帮助咱，互咱成做新创造的人，会当互咱的上帝来得到欢喜。愿上帝帮助咱平安。